后来有这个9月中阳要到了，台北市长郭文哲、新北市长侯友宜拢参加相关的活动。每一年到这个时阵，各县市是毋是有来发这个中央敬老金，都开始受到注目。新北市开10亿的预算，继续来发这个礼金，只要65岁以上的长辈者，都会当摕到至少1500块的现金。也毋过郭文哲为2016年开始取消中央敬老金，引发到老大人的反弹。这郭市长参加到老人关怀活动的时阵，强调讲，就算这个健保费要来起价，但是伊保证台北市会来负责到65岁以上的长辈者健保起价的费用。台北市长郭文哲甲这时代做伫算，佮邀请老大人做设计2个，也毋过若到这个时阵，郭文哲就互人问到这件代志。是啊，还有很多长者都觉得应该发现金呢。郭文哲取消中央敬老金，这时代虽然讲有领到福利啊，也毋过有员无满意。柯文哲说不给了，台北市不给，这不公平啦！只有台北市没有，其他全部都有。你说全台湾人、全世界哪有这种市长嘛？郭文哲强调讲，就算健保起价，保证65岁以上老大人的健保费用由政府吸收。我们台北市65岁以上的老人健保费是政府来出的，一年差不多算下来差不多9000块。隔壁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年会继续发中央的礼金。我们的重阳礼金到年底会花到61万4000人，花了10亿4700万。会不会觉得就是用健保费会比较实际一点？虽然健保的补助甲敬老金拢是对这个时代的建议，不过有人认为讲摕现金较好。老人家钱比较实在啦。